后来，这个大甲妈的廖警因暗11点要来起驾，早起一透早，廖警的队伍甲镇南宫4区练长的摊贩都开始咧准备咯。现场是安尼滚滚滚。为着要来防疫，今年的廖警有5项的规定：第一，用这个餐盒代替大鼎饭；第二，无开放着室内用餐；第三，无提供带糜。 第四，绕境的队伍甲进入宫庙，拢有限制人数。第五，信徒都爱量体温、挂喙罨。透早，镇南宫的工作人员已经咧准备，因为阴暗11点就要展开绕境活动。宫庙边的摊贩、民众都已经开始一拍拍，大家拢讲真久无遮闹热啊。我就是跟3天这样，尽量啊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大家嘛绕境除了延期以外，今年绕境有5点的无共款，包括食饭时，较早是做伙食，今年是发便当。 宫庙内面嘛袂使食饭，爱刷到室外。因过好信徒困伫香客大楼，即马有宫庙规划好民众住伫市场内。另外入去各宫庙拢爱挂喙罨量体温。绕境队伍限制伫800人。那天开会，跟我们所有的团队，每个团队不能超过10个人进到庙。那所有的团队都超过200-300人，他们都会在讲公路来携带。800人是在神教里前后，一定不会超过800人。 镇南宫讲，为了避免暗时起驾时，伤一人钱做伙，已经呼吁信徒伫早时先到后一个点去等分散人流，避免群聚集体感染。